继续来看立委徐卡心的大牛股翁仔某所牵涉的诈骗案。徐卡心讲，伊所公布的大牛股防恐吓的录音档，是大牛股的朋友提供的，毋是涉案的公关公司的负责人林宇伦。不过林宇伦的太太来反击，讲这个录音档是伊提供予徐卡心的大家。徐卡心今仔日佫点出着证据来背回，讲录音档就是大牛股的朋友予伊的。伊嘛再一次来强调讲，伊毋捌林宇伦。你现在当红炸子鸡啊！谢谢。永远记得，一直在骂谁，就是民进党最怕谁。好，乔欣加油！谢谢，不要怕。受到温暖的回评，搁一摆上演，不过和徐卡心的自信对决比拼，这件诈骗案防受害林宇伦伊的太太，恐惊在靠滚入边。徐卡心进前公布大高桥红赛恐吓的录音档，也就是这录影的画片，讲是来自大哥朋友的压料。哥哥林宇伦太太这期这图的内容有猫的背景，无可能有人这么拄好用同款的图，因为这个档案家己敢若传予徐卡心的大家，不过徐卡心阁摕传影片予伊大哥朋友的开讲记录。他说徐巧芯怎么可能跟这个深绿到发亮的台独一起诈骗？他的成本太高了吧？他的另外一个朋友说，听起来真的8-9。这个记录可以非常明确的证明，消息的来源不是来自于07，更不是来自于我的婆婆。我的婆婆应该不会用这样子的口吻跟我说话吧？证明来源真正不是大家，是大哥的朋友看袂做这提供资料。这样子的说法还附上了证据，就非常清楚了。那这个题目也就不用再讨论了。那至于对林宇伦的太太，那我想她也是在搞不清楚的情况之下，有了这样子的猜想，我也不怪她。林宇伦的太太搁一摆提出指控，当时想要问原本的律师法律的问题，人家讲侦查无公开，伊就来换新律师，毋过无说你传予原本的律师。结果过无偌久，徐卡心的大家就甲含伊对话相关信息全部收回来。这期了解人对伊炸掉封批，周刊搁捌讲过，林宇伦提供过资料予徐卡心拍选战，毋过即马徐卡心煞一直咧强调毋捌对方。我再三跟大家保证，我绝对不认识林宇伦。我怎么会跟一个在脸书上经常辱骂我的人交朋友呢？和林宇伦的关系是切较清气溜溜，不过林太太开始就点出关键这期，徐卡心的所有回应，大概是随的厘清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